此时的申筒已经薄到极致，无法承担提梁的重量。要给提梁减负，需要另想办法。为了追求极致的轻薄效果，张振中将提梁部分采用了通弧把设计方式。像我们一般做提梁不会做成空的，我们做嘴一个传统技法叫通嘴把，一般是通嘴，不会通把。但是我那个把我就可以用通嘴的方法来通把。传统弧把为实心，可承受提拿力度；改为通体空心后，需通过结构设计分散应力，避免注水后弧把变形。这也借鉴了建筑力学中的拱形承重原理。做成空的，一个是减轻它的重量，减轻重量的最大的好处是能使它在高温状态下，它整个是很软的，那个力不会很重，它就口盖变形就会小。